家有好食。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扎米。大家好，我是韵韵。嘿，你会上岛？你会上岛？无啦，我跟你讲，主持吃的东西一定要脑运通，这样做得保持安尼，当健康啊，当有力，有冇？有。嘿，我的主持贵你咯，你哎呦，感看有力就得继续主持。当然啦，运通当重要，食当重要啦。讲运通还能重要，唔讲系看你吼。哦。抽到骨包皮，哎，好啦，唔好，太后退，纸片人来看唔到。我想讲土生人呢，食到暗笑，你怎个本来烦恼咧？来让你讲，我身材保持哦，我就能人教我，由里到外保养。讲话讲清楚哦，我要能人。能人。做咩名呀？我有冇？肌肉人。当然。好啦，有一点啦。可以。你有老公？我还黄金单身，有能人教，你怎么唔讲哈？我觉得介绍基本你熟食啊，那你要运动，你还是运动好了。我来吃这个好吃的料理。冇啦，运动当重要啦，我讲，运动配合食，按你这样做的，达到强健的体魄跟人生，给它呛出来。好，由里到外保养的养生达人老师。梁顺先生，梁顺先生，哎呀，先生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等我马上先生先见来看，我这本日吼来上了节目哈，顺嫂看到了姜嘛当奖啊，我只有做呛料啥说好嘛？好啊，来，讲什么来？那因为根本日吼做甜食当业用的呀，个姜嘛看到要按奖哈，如果唔系来出体来上了节目嘅以外，我只来做了姜嘛当开胃啊。做吗？大天啊，有力量。哎呦，老师，反正有力咯。跟人南米下做的嘛。好，吃快了。那么我当葱哦，公主抱吗？来啊，标场啊，1、2、3。先生，你喊白汉干这个嘞？汉干这个嘞？跟上瘾之中医啊，你开玩笑。无啦，中药黑嘛。开弄人家的玩笑，哪有人哎？拢讲，虽然讲佢当有名，我当到可能你一张转过电视台来讲，我客家话讲我按吼，唔会讲，你系咩客家嘅？我唔系客家人排泄呢。大家送入天入李春南面，天入李，咱蛮吹拢人讲人名嘅时节吼，不过我真嘅唔系客家人，我讲法吼有客家腔，我那么解。良顺，南北啊很多秘境，良辰美景。良辰美，哎呀，有人安尼讲，有安尼讲，从本日我去农会上课哈，真嘅有人安尼讲咧，真嘅咧，他们说良辰在一个美景，错嘛？真嘅，给良辰美景而披嘛个披天空的好食的东西，保养又係家有食，香港人當為做藥膳料理。我要做的东西當多，嘅藥膳吼是迄其中之一。係啊。真嘅係其中之一，因為哈，我做人嘅行業嘛，30-40年絕對不誇張。怎麼可能？你現在才幾歲？32不是嗎？23啦，你說3啦。我講太多了，對不起，我打嘴。唔，真嘅啦，所有市面上嘅乾嘅、醬嘅、瓜嘅、水果嘛，跟我全部都做過，真嘅全部都有做過。你喺農人講嗬，你咩客家人冇相信嘅，嘛梗係做過，全部做乾嘅、做醬嘅。做乜嘅煮嘅燉咧，全部我都做透真嘅啦。你節目嗬，長久，反正隨時，唔過特別氣敗啦。你莫講咁多，你真係做好嘛？真係做嘛？因為我講藥膳能人去講嘅嘛，因為係運通啊。大家嗱，你偷咗對冇？我講哎呦，我按重。我啦，唔會重，危難過行下重嘅。冇啦，講嚟先，真係做。因為我講兩年嗬，識得。太營養啊！講到一補，講到一生物嘅做乜強哦？如果補到對，補到健康，係時間對，又唔好太強，食嘅東西對，面愛對，不是人哋成介紹鐵湯唔愛做嘅菜係咪嘅係嘛？我根本日嗬，我就做一燉嘅東西啊，我根本日用嘅材料呢，我做介紹俾大家看嗬。用呢條？對，你做很多用呢，清香哦，你用呢條，咱嚟批。
就懂有一种独特的跟你特别的跟你香味啊。除了我有含有加的一只。山葡萄也係跟你跟人講藥頭嘅一種啦，做迄啲啦哈。啊個咧山雞蝦，其實咯，佢哋含有一隻關於咧學名，很多魚糊，啲米線特別好咧，主角咧，然後用雞肉來燉，啊啲蝦咧我來講咧。因為咧，迄薯頭啦，薯頭比主講，然後用薄薄夾緊你米多，怎麼出來？夾緊你好嘅東西怎麼出來？所以呢，我就建議，好，先暖水，暖水。啊，唔掠迄番呢，攞洗槍啊，因為掠迄薯頭嘅東西啊，一天我帶到奶沙啦，火成嘅啦，所以你當三忙洗架兩下，洗筆槍哦，洗槍了以後呢，做了不用多水做冷水啊，做得啦，唔是講唔是講嘅呢，做用奶頭，跟你散葡萄，哦，還有個散嘅蝦魚糊，名差唔多講我睇。嘿，你啊就根本嘢安尼面試，安尼量吼，做一隻嘅量。啊，唔也係講觀眾朋友，也因為講，哎喲，我一都總按都識唔睇咧法，唔怕，唔強用係安尼量吼，安尼來播嘅話呢，播2點鐘以後呢，跟你出米以後呢，你就變到泡了，就冇用了哈。所以，係不要懷疑，佢拖唔到啦。2點鐘咧，係，所以冇嘅。學識唔多啦，所以嚇唔再攞佢留起來，留起來以後呢，唔將了糖，唔就可能我煮幾多，唔見冇種1/4啦，一隻雞髀啦，一係跟你一撒啦，唔就唔是都不用按多啦，然後啲冷湯，攞佢攞裝起來以後呢，拿來冷凍，等到下一傳了，啊我哋傳燉雞肉，下一傳的話呢，唔就排骨的話，也係變化啦，哦，很厲害喲！我攏講，你啲人節目有一隻當有特色嘅東西嘛，因為2點鐘啊，結局轉冇人時間付唔出，你按油心煮好誒。唔過掉落來以前啊，你有運動嘛，稍稍微跳一下，叫做轉來就轉，等下1、2、3跳，喂好，好來，叫你放緊啲哈。那就因為節目嘅關係啦，所以呢，就慢慢的分太開，你燉出來哈，你個炸哈，你個炸以後呢，做係安尼食，做安尼食哈，做安尼食，以後呢，做了標安尼雞肉了，標安尼。還是弄軟好嘛？好，做得。好，不用雞肉以前呢，你雞肉做唔得吃就不用下去哦。做唔得咯。加倍啦，加倍。血水2撈幾湯鐵。你安尼話呢？人講見無色就3分補啦。所以呢，根本你特別哦，我就先都當好跟你土雞無骨的哦。所以呢，太低話，因為燉的東西呢，唔好多太細低哈。太細低話。唔係講講飲食啊嘛個啦，做啊那你叫我哦，講怕我講我安尼叫都看唔到，好慢一點哈，看下沙里地位哈，就看太低地位，過嚟以後呢，就不用下去來燙一下。你去水燙的，還有個鮮燙的。係。啲你翻嚟做嚟唱嘅乜雞肉嘅嗬，嗱睇數剁，剁過以後呢，兩檔放片啊嗬，啊買一塊雞翼太假嗬，買人講嘅土雞，也係人市面上也有一種很多珍珠雞，也係玉米雞，也無骨雞，是無骨雞，但是佢本身無骨，但是呢，佢食那個飼料呢，係是米。不是飯，是果，也還是包肉，這種安尼肉上好食了，一共全是飼料的話，吃起來較口感較冇安好，所以呢，安尼做藥膳的話呢，還係建議愛用安尼品質的雞，好冇啲安尼打上嘅咯。因為呢，你看湯加很水，切到一罐加上做得飆下去哦，飆下去，你看當夾，你看夾嘅你雜質嘅你插咩東西，你看。全部學做泡起來咯，泡起來以後呢，做來拿起來，留起來咧，留起來，安尼做得安尼留起來。好，我拿。OK，好。
了解。哎，我的肌肉真运动吼，看有一动看到做好事了，不用怕 YouTube 有弹性的。对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好了以後呢，你糖哦，最準佢已經冇係2點鐘嘅嘅精華啦嚇，即係清好嘅。不用下去。然後呢就不用下去煮。一係講有幾下種辦法啦。如果一係講壓實爐煮嘅話呢，希望加下是那個糖。較淺，唔可以悶悶的話呢，你煮滾以後呢，你就蓋唔是蓋，唔可以蓋的話糖就較淺了。那通常燙過以後呢，看牛卡你是那個牛注意看軟呢，你就差唔多40分鐘，水滾以後，蓋也唔是蓋，唔是蓋哦。嘿。哦。滾了以後呢，40分鐘呢就做得。哎呦，人家講啊，我小朋友說。一係個老人家牙齒唔較冇按好嘅話呢，煮個10分鐘唔怕。你煲嘅話呢，我建議係攞標一隻。乜嘅？米酒。標米酒。我標一些米酒哈。米酒嘅話建議呢，就講用純嘅米酒。有一種嘅話呢，叫做料理嘅嗰種冇香樣哈。所以我大半我就係用呢種純嘅米酒。標幾多？標2湯匙。一半碗洗菜。啦，加啲米酒下去嘅意思呢，就增加嘅香味。所以呢，要講你煮嘅時間40分鐘以後，嗰陣呢，你煮也唔好有酒香啦，唔是擔心講，唔該有酒香，係有酒香。幾多甜雞嘛？按你話通常嘅話，火就唔是按太了，細火，差唔多滾慢慢的煮哈，差唔多40分鐘，切對我說哈。幾多甜雞嘛？鹹得唔怕，鹹得，鹹得 and then 40分鐘轉來。好，來啊，鹹雞哦。家下講嘅3種山葡萄用呢頭加3個哈，加嘅呢作用呢，除咗好食以外呢，佢係固筋骨，筋骨要嘛，所以拿按車你就是加到位啦，這還較雜啦哈。給你等下，給你等下。按車兩片啦，YouTube 應該片啦。你沒講呀，是第二發哈，是第二發健康啦，佢固筋骨啦，跟住好好嚟講用下固筋骨，40分鐘轉來，就做對食雞湯。好。哦，很香咁香吧，40分鐘多嘅嗬，哎呦。鹽嘅話唔多啊，鹽嘅話嗬，意思嚟鹽法就當前條，好啦，來，好來轉嚟哈，來，我姜條可以哈，40分鐘後，係真嘅，當然唔加講嘅動作，肉我先得好。你食了以後啊，雖然呢我太老人家我青春，我長春，你又太又青春。比哈，等一下哦，寒天熱天時就凍火，下擺哦，真熱量呢翻落落啊，一傳就是都凍爆，真熱呢。跟住唔好聽通，龍太家講，你唱太家食咧係乜嘅？羊腩頭燉雞湯。嚟啦。水滾的話通凍夾哈，你講佢馬上記住。哇，唔係醬哦。你講安尼，安尼哈，以前開始啊，安尼凍葱要差唔多只在過30分鐘，30分鐘以後呢，真係將料唔係變下去，因為啲肉凍嫩哦，所以冇炒到爛爛哦，炒到爛爛哦，冇做等到煮到好以後就爛睇咯，就浸到肉來食咧。係啦。用恁頭燉雞湯哦，我批到兩面。你先是同事看啊。一天愛啊，來。
很甜哦，甜甜的甜，真甜甜甜的甜，阿龙讲，很甜，有一种清甜，很有一种在清甜很森林香嘛，嘿真的是很香，在森林的感觉。然后再加上唔同嘅雞肉，真係當好食。嘿佢啲嘅雞糖嘅，嘿面是啲人最順利。对，嘿，有沒有？加子留香，真甜，就絕對的當香。要配合到人嘅食材嘅藥材。所以呢，根本嘅貼配都推薦唔大家，就是做迄樣的。你看，非常香嘅味道。應當講啊，吼，就會按客家祖先嘅肉質肥啊，吼，搭配按先生嘅廚藝，我哋雞湯變到非常有營養誒，營養好食，你看你是營養又很好食咯。不過先生啊，有一件事情想要拜託你啊，因為唔嚟到現場，我要生日呢，我想要注意注意唔結婚了啊？我想要我慶祝我嘅生日呢，是海產是魚嘅，魚嘅做得你補嘛？當然做得啦，那有當豐富的蛋白質啊。哦，咁用飯做了魚嘅食補。因為啊，香港唔必來啊，我介紹人係藥膳能人呢，你用藥膳來煮魚這樣咪？做得啦，更選一種魚嘅，應該講生日做嘅食嚟講。飛人家做嘅食，龍人家咩做嘅食咧？你選一種魚嚟做藥膳啊！龍嘅真好啊！龍唔驚煮啊！咩唔驚煮？龍嘅話呢，有爽口冇爽口嘅人就做得食。生長生長是放就成長的那個小朋友做得食。安樣啦，先生，你去示範煮了嘅，你講藥膳嘛？藥膳龍本人來看好嘛？好啊，跟住嚟藥膳龍好嘛？好啊，好嚟啊！藥膳鱸魚湯，講到鱸魚，就大家會想到，唔係講起開刀啦，嗬，中醫嚟咪強樣，要身體開到到嘅，食鱸魚湯當好，係嘛？如果講到藥膳呢方啊，就會想講，揀剃到出哦，用按貼片嘅材料，嗬，嚟做按呢雞湯。當然啦，鱸魚湯做唔得青菜咯，嚟介紹一下藥膳好冇？然後準備到按醬啦，嚟弄拿定，嗬，弄睇下介紹一下。基本上啦，我用嗰啲龍嚟做一個湯。嘅藥膳呢，我基本用嘅係當歸，係啲當歸。當歸嘅話呢，做一個補血嘅意思啦。當歸佢要分當歸頭、當歸苗喎，一係當歸嘅本身哦。當歸嘅歸片咧嘅當歸買翻歸片嘅當歸嘅話呢，係補血。啊，人家係講當歸嘅苗嘅話呢，嘅補血冇同樣啊嚇。當大香省人佢唔啲哦，補血，但是呢佢有一個當土。貼配呢個呢香味啦啊，當歸。你係說係龜頭嘛？整顆龜雞嘅啦哈，整個所以我去買嘅時間，我同人講啊，要補血，要補血，講清楚。啊，我係做當餡，當餡唔一冇用當餡嘅話呢，唔用餡絲啊咁樣。啊，餡絲嘅話，一涼血，較冇按熱啦。哦，要補安尼。頭擺我讀書講啊，老師講啊，你等於我去買乜個高麗參乜個當歸叫餡絲。價錢冇按貴，但是呢效果係同樣哈，所以呢，人家講冇用當餡嘅話呢，你用餡絲啊做的，啊人家講高麗參嘅話要看熱，但是呢你做冇標很多啊，你用做冇標很多。好，按年年啦哈。你啊做枸杞，枸杞做咕嚕煮啦，有加一些甜味嘅話呢，加到個魚嘅底度啊，增加加個鮮甜嘅味道啊。啊，跟你做到生芪，生芪加後面做黃芪啊。人家漢人講嘅話做生芪啊，補嘅東西呢差唔多補但是做啲幾樣啊，都俾人哋轉啦。所以應該呢，你傳姜也係補氣補氣啊，補氣的一種啊。所以呢，加買啲東西呢，人家講一米五嘅話呢，就唔是太多哈。做啲那個呢龍湯以外，以前呢，人家同樣因為魚肉當軟嘛，你煮嘅時間差唔多15分鐘就做得。啊，但是呢，藥頭藥鮮嘅東西呢，你補嘅米加個呢
跟你精华哈，让我做出来。咪吸出来了。要欣赏我做出来，所以呢，那准备就枪的木的哈，做水棍咯，水棍的哈，然后就不用下去，洗枪啊，洗枪哦。你之前就先洗过，铜条，不也剥一下，对，等佢安尼剥的话呢，差不多至少剥30分钟。好，30分钟以后呢，然之后就将你鱼的冰下去，同样你鱼的因为咸拍讲有我想也有其他所以呢，含迄个通一下，你到通咗哦，通一下，咁啊洗起来呢，汤当前要甲米絲會較好，較香嗬。鹹雞嘛？唔怕，你薄一咗薄咗，薄咗嚇，我都建議啦，因為你木下咪當注重衛生啦，先切得姜嘛，再來切魚嘅，姜豬手咧嗬。切得夾個香米嘅話呢，建議呢，大家係呢用安尼滷嘅姜嘛，滷嘅姜嘛，喺度切下，切的話就切嚟雞皮下去。切一袋就好了。雞皮哈，有米絲啊，有米絲，做安尼煮好啦哈。安尼慢個煎蛋不用多兩滴度，等佢慢慢的剥。我就處理了還是處理魚。我想講，根本就切下油的，切盤的，咩盤咗幾下底就不要落地哦。安尼冇啦，排泄又來木卡，木個冇人睇啦。先講今日嘅東西和流感，韓國浪到是兩味凍，增強免疫力。增強免疫，後來轉呢，安尼咧就剁開來哈，剁開以後呢，然後準備一鍋水，準備一鍋水了，湯了魚嘅話呢，你水一天來滾哈，冇冷哦，一天來滾哦，一天來滾，嚟用夾味我較好。哇！其實你貼白來，人家木下唔處理，人家夾嚟點解？真係自家用，我自家不卡用嘅。當然哦。湯嘅時候呢，下去嗬，佢停等水滾嘅話，湯凍夾嚇，唔講佢馬上佢就已經跟你。做唔得湯得叫喎。哇！魚很香哦。唔該安尼。愛新鮮，愛吃啦。以前愛吃啊，安尼當葱藥。東西滿就冇辦法講做出我用的好的東西啊。後來咩唔是不用鹽啦嗬。哎呦，都係不用一些嘅。我講唔是，大家講我差唔多幾久？30分鐘。30分鐘。幫你較出味的味。好啊。兩種的話呢，唔是泡，唔是流的。基本30分鐘啦，人家泡其實咩做得事咯，係講泡嗰個軟啊落嗬，記住哦，30分鐘以後可能用翻煮嘅，冇就佢哦。哇，30分鐘呢，其實加10分鐘的時間就批到當香嘅嗬。安尼出滾呢，安尼就唔是用渣流去了，唔是哈。唔是，佢當成班的四柱當好食，有的帶着甜味哦。後來你下哦，我將你加通過的魚開起來就當清爽哈，當香啊呢。後來不用了魚之前呢，那不用得位姜嘛。我先不用姜嘛。我不用下去，姜嘛係加作用係起件呢，較冇咁香啦。後來哈，後來以後呢，就將你加通好的，對，那切咗一堆堆，加下濕的話要防片夾啦，唔好講攰太多。安尼哈，好來，安尼不用下去。好，等佢滾。滾了以後呢，安尼通常煮東西哈，唔是講太火啦，一般家庭呢，跟你火跟你。太嘅跟你煮滾以後呢，該中細火煮做的，唔是人講煮到泡滾的話呢，佢攞杯煮熟了麵了，跟你底度又冇透啊，所以呢，唔是都見哦，煮嘅東西一天到時間又拉，咁做嚟講，米絲咁我好啦。佢一般嚟講，像你有人講煮雞肉啦，煮肉。這個泡的時間唔好鹹開，鹹開會有泡，你魚愛鹹開冇？鹹唔怕，但是呢，唔是火唔是開到安尼，細火，慢慢的差唔多10分鐘的時間咯，差唔多煮好咧，煮了以後呢，
姜央我要用米酒，哦用米酒，加米酒呢就去加香米，又加呢加米酒的话呢，就有甜味。嘿呐，你看我们美女主持人啊，叫做按迪啊，因为我看唔嘅數，按的啊，有甜米，还有乜嘅？还有香米。香米嘿，煮好以後呢，姜央。不用一些的鹽法就做得哈，伊每個人都鹽法，只個量較少啦。因為燉的東西呢，冇不用一些鹽的話呢，冇米絲哈。跟有的人會講嘢，有的人身體冇適合，譬如講，我做一種唔問講，有的人那種嘅樣嘅人，他冇適合是按樣型嘅。你還有人講嘅文補呢，我哋算係文補，你係講人家講冇根本人啊是兩難料，但是我有營養，我有想是唔嘅話呢，做的拿來用做薑絲，搶薑絲，搶薑絲，搶薑絲，薑絲的話呢，你做水滾的以後呢，跟唔嘅薑樣做人哋加湯鍋，你就不用落去，不用下去做，薑絲不用啊，有那客家人當我跟你吃鹽茶吧，因為哎呦，跟米湯當我，跟你話你就做得不用些胡椒粉，黑胡椒粉啊，不用得薑樣米酒不用得。冇薑樣嘅變化。都好有神烘做得什麼？你做得，你做得，文補嘛，文補應該做得。你啊，鱸大家都啲最好嘛。係講冇用鱸魚，用乜嘅魚嚟做得做呢個料理？做啲料理嘅話呢，另外呢，你做很多藥膳呢，但是人就用鱸魚較多啦。啊，也有人用乜嘅你淡水嘅魚嚟做鯽魚啊、鯽魚啊，也係講咧其他臭魚嘅的。但是我知道話，係咧人哋用鱸鰭哦，啊鱸嘅話呢，就人哋客家人自家按嚟用。哎呀，講好多人呢，佢咩哦，佢用虱目魚哦，用虱目魚啊，虱目佢用緊嘅魚嚟煮，但是呢。老人家講我唔識咯，我唔敢煮本識咯。係啊，所以客家人咧老祖宗傳下來嘅話，就用鱸做因為我係因為像我嘅屋企冰箱底度啊，聽講有嘅吳郭魚。吳郭魚咩？我知道唔妥當咧。煮所有咁樣呢。吳郭魚雖然講你客人哈，有個人工養殖哈，但是呢，我知道人家講食品上食的話，正常嘅人、健康嘅人食的話，吳郭魚做的，但是呢，人家講有講那傷口藥膳的話呢，我知道係喺鱸魚翅咯。最好嘛。我家冇講嘛。剛剛我講煮全部用鱸來做，啊也係講好多人佢出體用緊咧虱目魚，佢係用緊咧有冇寒天的嗰種烏魚啊？烏魚其實烏魚也好食啦，但是季節關係哦，烏魚嘅話拿嚟煎麻油嗰種也好食啦。但是呢，你客家人嘅話冇接近嘅好多種嘅片嘅話，就通常就以啲為主啦，就會糖花啦，先按高去按油。好嘞，差唔多時間啦，差唔多啦哈，加啲鹽哈，來，準備下去。加的話我整加甜米啊，但是呢，加太多嘅話就會苦啊，尤其迄啲差唔多，好，再來。好 OK，安尼做好，安尼就做得了。好，啊個你落去弄一下，弄鹽啲山嘅啊，所以佢全部都裝到面嘅中間，所以人哋喊迄老弟哈，你哈安尼，安尼。你唔好難做啦，要教你唔好難做，要教當好是當健康哦。所以呢，你鱸湯安尼做好咧。哦，佢來裝起來問大家先啦，來裝起來較醬，問大家看。你講個咩當醬咧？哎呦，來，因為啲肉當嫩吼，所以要加下。生意條啊，莫炒得爛哦。炒到爛或者。安尼當大餸啊，煮家下哈，各種朋友煮嘅家下唔做冇去硬炒，莫做等到煮到好以後就爛得哈，就浸到肉來食咧。係啦，看你當唔用，皮到咧糖嘅米絲，來，按葱啦，我都唔掉咧嘛，你唔知㗎掉？掉，來，同大家講，來請大家食啲乜嘢？藥膳鱸湯。來咯。
根本动态上，我先来通一下。好，买的话呢，凊好买人讲个土猪的，係啦，黑毛豬，係啦，有豬的，有豬的啦，了解啦。來，那你不用到那杯老爹不用到都市行冇中央的，大家唔太敢吃乾啦。好嘞，不要下來哈。來，從此嚟下啦哈。嘅都市迄車很期待哦。冇中央啊，不用到那杯發真言嚟，感覺冇中央。哎呦，太年輕人種咗嚟食路。係啊。哦，你唔係看起來當厲害呢。係咪？加成色糖，你一成色唔係哦。很甜，很甜，什麼？牛有當牛。係哦。你完全冇加乜個人工嘅，乜個米酥，乜個煮係按甜嘅，係按甜。我識到你魚嘅，雖然講吼，家老師冇主動叫，佢講揀魚嘅吼煮鐵肉，冇想到你啊魚嘅食下去係個糖地擺到藥材嘅。係。10分鐘嘅時間係試下要多，唔可以太老，也唔可以講太磨熟，也嘛嘅一天唔可。還有膠原蛋白。最主要嘅係吼，我感覺啊，先生搞嘅兩套料理出體呢，我做人家媽媽方便煮啊，時間一執到清好。真嘅，你係好食咯哈，真嘅，咩我去搞歐諾呢，真嘅，很好食，很甜嘅。你老杯吼，絕對食唔到啊！天啊，古說講係食農業啊，做得標唔着，呢就啲生。講到藥膳啊，一般人來講，基本上都嘛嘅，一年四季都做得食得到。譬如講，我去面談啊，去那邊吼。就看到西神堂，西神堂迄我想一聽迄大家印象中講啊，有藥膳的東西啲地擺度，大家都做嚟接受嘅。我想西神堂地擺度，譬如講有太長嘅啦，有豬肚嘅，粉腸，排啫，唔做下，唔行最難講，有豬肚嘅啦，嗬。你睇我專業。哦，我啲嘅神夢老師，佢我做按你點出嘅，佢按出嚟做你專業嘅西神堂，好唔好啦？西神堂，好啊。良腎秘境啊，又想到食好食的西神堂，西神堂唔係間時間食都好食咯。一年四季都好食。真嘅。像地度嘅嘅西神吼，你做得吃飽咧。當我，所以呢，我根本要貼配做來介紹咧，做咧西神堂。西神啊，西神的話我嚟講一下哈。西神的話做咧，很多人行人講甜食啦，甜食哈。啊個薏米，除咗咧以外呢，還有加呢淮山是咧，其實淮山主要人講嘅山藥啦，山藥哈，淮山其實淮係一隻地名咧，好佢就用嘅嘅來去做安尼名啦，淮山就會你下講嘅嘅山藥哈，除咗咧以外呢，還加了蓮子哈，加了蓮子，西種啊做很多西神，除咗以外呢，伊米雞咧雞肉雖然講係食咧當好，但是呢香味就冇按足，所以呢通常我自己都有加呢，我除咗加了按西藥以外呢，我還加了一包嘅秘密武器，當然做很多腐竹粒啊，腐竹粒嘅話呢，那一切都加了下去呢都當就加了香味，因為加腐竹呢，也係一種寒氣，安尼熱天呢。食青菜就做得啦，根本要嚟教觀眾朋友用飯來清呀豬肚啊，豬肚買進來以後呢，就大家好食，但是呢食呢就傷腦筋啦。那因為節目嘅關係啊，所以呢我就都我睇太肉嘅只有蔥過，豬肚呢買進來嘅話呢，根本看到就都當醬啊，當太醬啊。買嘅時候呢，我買啲頭方哦，我當盤呢，食起來加上有口感哈，真肉真唔好講泡泡嘅。做頭前面迄個較盤的啦。較盤的吼，大家食起來口感都冇咁樣。你已經係變到轉來啦，本來迄條變，你看唔就看得出來啦哈，變轉啦哈。買轉來以後呢，你就留多餘嘅油啊，全部都收睇去，削睇去。我家講嘅迄一節嘅部分，這個頭嘅部分，名到呢當盤的嘛，大家食起來口感就冇咁樣，太油啦，它唔會按你講食唔到肉啊。
倒伊个干呢油落去吼，剥退去，细枪来了，冲枪以后呢，安尼，那就变转了，变转了，伊咪足肚做迄个 V 的意思啊，胃哈，啊个底肚就动作安尼黏液啊，黏黏的哈。那通常一般人洗方法动作，因为我去甲洗当简单哦，我做足肚安尼变倒转了以后呢，我准备面粉，注意用转简单，转的哈，面粉。不用差不多2桶子面粉以后呢，你转的那咔你不用一滴滴的水不来，一细的就做的。因为面粉哈，咁啊结的，再来一些，好嘞。你转的哈，你做三芒安尼硬卡，黏起白的，你转的硬卡哈，观众朋友，你转的安尼硬卡，卡个反正重复安尼2、3度，卡到安尼差不多的，你就去冲水龙头啊，将水龙冲啊，冲退。以后呢，你倒转来，又再加我讲的加1桶子、2桶子的面粉，反复哈，卡个2、3度的以后呢，就动枪嘞，好嘞。来，你拿迄本你已经洗好诶，拿落个片去，用点。好，来，弄整理哈。哦，其实洗足肚哈，有的人。因为你还较少人讲正经讲处理好的啦吼。除了讲迄个足肚以外呢，我还准备加排骨。因为我是还米头又含较层次哈，又含较多，所以呢，买的话像基本买的排骨就当讲啊，洗排骨，其排骨的话。佢加下嘅肉味當好食啦，所以呢，我要留嘅足肚，留嘅呢全部都要湯過。哦，你啊，如足肚然後排骨姜下湯過。天都湯，要湯過哈，你看啊，講啊主持人都按過，誰都按講，一天都誰都像我们那主持人的这个美女哈，谁都很强啊，这安尼啊。原来拿足肚姜要按讲。根本你的足肚真嘅谁都懂讲，根本也懂啊。好嘞，爱湯過未？那準備一煲水哈。佢弄排骨做得姜下湯。唔好姜下湯唔好炒，但是呢，足肚根本動太正，我先來湯一下啦。買嘅話呢，前後買人講嘅土足嘅，黑毛豬，母豬嘅，留起來。來，好，安尼哈，一重哦，你真嘅有講哦。唔太夾寬哈。來。加雖然講有洗過，但是呢，你也搭配人還要刮提去，刮提去洗幾做的。安尼哈，你講當強松做的，就多餘嘅。強嘅就刮嚟睇對，嘿安尼哈，像安尼，我做落去全部刮提去，刮提去啊，那做來本了因美女來麻煩去啷啊，蟲啊，全部蟲槍了，蟲槍了，我將金魚鋪款用老唔太個講樣做，後來幾片都嘅湯嘅呢足肚都嘅洗哈，你阿媽強樣開來嘅呢湯一下，排骨強樣洗過，人家講希望講食嘅。肉排骨肉較多的話，你就買小排骨，洗幾個排骨。好洗幾個？人家希望講個湯，中上我是湯。係啊，冇人當肉嘅。係啦，人就買骨頭較大嘅，較多骨頭嘅。骨頭的話呢，加到底度，人講有個呢鈣質蛋白質哈，加到底度，像根本。按你湯起來都醬哦。安尼哈，湯好以後呢，留起來。你就通常呢，留起來，唔可以去重過冇重過就。都做得啦，因為品質本身就已經講好嘅。古所講好嘅食材出嚟呢，已經洗好嘅，好。洗好以後呢，我留啲東西不用多點入啦，我準備就留。你係咪成毛要用樹大棍？做的。來，那麼順的，唔好留起啦。來。對，好，安尼哈。對，好，安尼，我就安尼醃嘅花會較好醃啦哈。來，好，全部醃落去。因為你係跌落去執過嚟煮嘅哈。做嘛我安尼當起哦。係啊。安尼變到攞杯老啲，變到都市行冇強樣嘅，但係唔太個吃看啦。很像那個百寶袋。百寶袋哈。係啦，好，個啲那山藥哈。
不用到淮山，不用做安尼煮好咧，你们是你读起来啊，用白去咯，不是讲。做安尼不是讲给我做出来哦，当铁板咯哈，做安尼不用下去，不用下去以后咧，香药唔留去安尼接下去，接下去留个水吼，本钱安尼入去啊，当铁板咯，做安尼哈，做安尼啊，然后呢，做来加了。负责哦，负责了安尼，冰到老杯煮好咧，做安尼冰哈，冰到老杯以后呢，就开火来煮。开火。那个滚西火，滚起来之后，通常煮东西啊，煮迄重西火啦，唔好泡滚的话，开火煮的话，佢跟你底度要磨透，老杯要温面，所以啊，我还咧建议将来去教人，学生啊，我妈都会讲中小火哈，中西火煮哦，中小火还有。同时还要表米酒，表米酒啊！哇，干唔爱倒，唔爱倒，唔爱倒，你要当香，就等佢安尼煮哈，这等佢煮。中西火，中西火，好，煮个40分钟，以后记得装来冰个排骨，好，排骨的话哈，差不多再煮个差不多30分钟。好，要讲不看热，是看软的饭呢，看软的饭呢。2点钟。冇那种特面哦，10分钟，冇口感，吃到要冇色。佢煮到那下张时间张底以后呢，你就得用准备一支筷嘅。嘿，冻起哈。冻起，当轻松咧煮冻落去嘅话呢，叫做表示讲，有做点试试咧哈。啊，你要讲唔完全的话呢，你就去煎一碟试试看啦。我煎到10多米好，我再全部喷是强加。跟住1点钟以后来做一款安尼煮肚啦排骨，用白面的哈，冇这块。哇，1点钟过后的老师，没想到按酱的煮度哈煮出来。刚再个讲一遍，因为1点钟的当中呢，40分钟的时间，老师出笼加当酱的排骨，冰到200度的，再个过差不多20分钟的哈，1点钟过后加弄煮度拿出来哈，你要看人的话怎么切，因为人家都市地度哦，不用动到加下人的西神的东西，所以呢，你要看人的话呢，就老煮度的地度的东西拿出来以后呢，拿来切掉煮度，因为安太长的话没办法了，安太长吼啊，知道冇蛮好看啦，老师弄注重。健康好，食又好看。不错讲加几幅200度哈，有切好诶，来示范一下用慢切，好吗？来。掐刀哈，掐刀看起来哈，你看你有皮到嘛，动香哈，切呢安尼一堆堆安尼，通常人切东西哦，差不多1堆1后差不多，莫切到太堆哦，切太堆翻呢唔好看，又讲安尼嘿，安尼迄算咧标准哈，切安尼啊，好，来就标下去哈，现在看一下，哇，好嘞，标下来哈，来同时留一下啦哈，不如都带下，不如捏米哈，好诶，以后呢，那关火以后呢，加一滴滴的香药，加一滴盐，香药米就，盐的香药一细细的，做增加个甜味。你要讲全部不用太多的话，我来标啊，来，我哋学钱，人家老师讲全部不用动哦，还要抄啊哦。按你做得嘛？按书教哈。好，做得。除得以外呢，你要标的位，关火以前呢，关火以前呢，你就不用得安呢。米酒。关火以前一滴滴的哦。提味哈，然后呢，你要，你看，喊等一下，喊香米是了。喊香米哦。来丢嘞。好来。哦，记得咯，加老师切到个煮肚200度嘅料啊哈，煮真正嘅食神哦，佢做得熟的哦。有讲因为我刚才有讲过哈，叫你西神的东西啊，不用到都市方安尼来做哈。你刚才食煮底哈，食煮底，跟都市迄切很其他哦，冇香样啊。人家讲不用到老杯发给。真言的感觉冇腔样，口感就冇腔样。老师今日按有心教大家俩撇步哦，好来，丢起来，安尼哈唔好笑啦哈。好啦，唔丢带下，好啦。龙太太讲老师要抢嘅，你是咧乜嘅？西神堂。
脆脆？有没有口感？真嘅無香香有咧。冇香香的呀？反正你食西城糖吼，其實睇嚟講，冇口感，係碌綿綿冇色，一定要有球，要有車。吃下去啊，袂經常緊食，緊面湯緊食，係啊，當好食咧。香香咧。係啊，好喝哈，真嘅含好色，真嘅，唔聽個這個我喏，含好色，老雙牙口煮會傳統，而且都不誇張，哎，算是一個傳承。西城糖咧，係喲，嘅，家下吼，你鄉下電量吼，速度電到按久，一次講食起來冇香香，我來吃看啦啊！有沒有脆脆？有沒有口感？真嘅冇香香咧，有冇香香的呀？反正你食西城糖吼，叫做軟軟啦，唔好講軟軟，睇嚟講冇口感，係碌綿綿冇色，一定要有球，要有車。係有人包咗地擺度，可能咪包咗佢地擺度散發出來嘅，要做到嘅材料煮到哈。有啊，先生而家拍符就亮，愛講好料，辣辣的香香嘅。是咧，吃下去啊，袂經常緊食，緊面湯緊食，係啊，當好食咧。冇香香咧。係啊，好喝哈，真嘅，含好色，真嘅，唔聽個這個我喏，含好色。老師人人踢好嘅，係唔係外家一開始男人就弄啲秘密武器弄太假。秘密武器係冇，我因為我兩個新人哈，我雖然講從事人嘅行業幾下新人，但是我兩個新人呢主要去家工作，磨接我安尼技術啦。啊，特別我做留學生講，唔睇個留學。老雙牙口煮會傳統，而且都不誇張，哎，算是一個傳承。因為哦，我也有安尼試試咧哈，啊，做啲老大家安尼叫我分享，我哋從按多年來經驗，我知道乜懂好啦。真講感通呢，什麼以來？雙牙口嘅哈，大概就按姿勢，而且都冇誇張。所以先生，希望我老母講，像先生的就是由內而外的美麗。算係一個傳承，像今日前幾日去農會嘛。大概哦，雖然講有的初次見面啦，大概就哦喏，給你按讚哦，老師愛你哦，喊好那真嘅呢，大概這樣呢。該什麼機搶來，跟俺們由內而外感謝你，好嘛？來攏講哦，先講哦，按好些東西，按好嘅觀念，按好嘅理念，透過人哋家家有好些。來，攏聽講。等人揸過來啊！好，按姿勢，拜託一下，好嗎？謝。各位鄉親朋友啊，雖然講你下吼，大家都說到按好，大家都說到按緊，唔過有陣時候講愛補嘅話，還要認真補，明白？像老師講啊，補對時間，哦，補對東西，補對乜嘢？補對方法。當然啦，做唔得唔記得，運動咪當重要，好唔好？極強愛運動咧，準時收看，你家家有好事。歡迎國家來主席。拜拜。拜拜。今日呢，示範呢個3種嘅個呢藥膳呢，個呢食品呢，我希望講啦，大家學過以後呢，多多來做，對自家做嘅話呢，食起來健康，如果自家做呢，還較是安心嘅來使用，希望講做得半日我家嘅餐桌上還較豐富。